群育學校自主學習成功手冊，點樣令班細路自己肯讀書？各位，今日同大家 share 一份堅人，題目係關於點樣係群育學校推自主學習。大家都知啦，群育學校教室真係少啲功力都搞唔掂啊！起點係點啊？講真係幾灰嘅。班細路嘅學習動機低到貼地，唔交功課係基本咧。上堂一係發夢，一係搞事咧，仲要成日同老師同學開片或者頂嘴。老師咧每日入班房都好似打仗咁啊，消耗勁多精力去管秩序，想教書都難。佢點算？唔通一直做保姆？吳副校長就帶頭做咗個行動研究，核心理念好簡單，唔好再餵飯，要佢哋自己學識揸筷子。呢個就係所謂嘅自主學習。理論我就唔拋書包啦，重點係要班學生由被人管變成自己管自己，有目標，識揾資源，識得檢討自己掂唔掂。個研究玩足15個禮拜，分2大招式。第一招文憑試 DSE 求生包，針對高中生要考 DSE 嘅壓力，叫佢哋寫個人讀書計劃，唔係阿 Sir 逼你讀，係你自己要想讀幾多書，定咩目標，要佢哋學識自我監控，自己攞住個進度。第二招啊，個班房規矩大清洗，要建立一個自主 loop，課前預習，入課室前要有底。課堂小組咧，上堂同同學夾手夾腳學，唔係坐喺度等運到。課後複習學完要溫書，成個過程就係要營造一個支持性嘅環境。老師由管治者變成神隊友去引導佢哋，結果係點？堅係 work 喎，態度變咗，班細路唔再係踢一踢喐一喐，學習態度明顯改善咗，信心翻嚟，覺得自己真係做到嘅，唔再覺得自己係冇用嘅，氣氛好啲。以前係戰場咧，而家係互撐啦。師生關係好啲啦，同學之間亦多咗合作。最後結論好簡單，對於群育學校嘅學生，硬碰硬係冇用嘅，重點係要幫佢哋建立個自動波系統。老師要識得放手俾佢哋試，提供資源同支持。只要個環境夠 support，即使係本來冇心機嘅學生，都可以學識自己對自己負責。呢個就係自主學習嘅威力啦。